个就是真的是买了很多很多东西呀、就给你们大概看一下。然后这个就是，刚才我们放好了那个橙啊，哦，还有这一个冰淇淋哦，这真的很好吃哦，它里面有 strawberry，还有 vanilla，还有 chocolate。哇，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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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很多很多的鸡蛋，哇，很萌诶。还有燕窝，这个2瓶，它是这样的，2瓶，其实还有2瓶哦，只不过给我家人喝了，所以没关系，不要关冰橱了。就是有这一个的，我们做的手工啊，然后这一个嘞，它是拿来绑书的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ribbon 啊，然后就是拿来做手工哦，这个是可以拿来放书的，它是这样的，这样子可以拿来放书哦，就比较好一点哦，然后读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标记这样子标记起来呀、然后读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然后再来这个就是金粉，它是红色有青色，不知道它哦。我不要。重点我要跟你讲啊。找这个，找这个。那么一点点吧。你是不够喝啦，大佬。啊，你忙嘛？Hello，现在呢，我已经是洗完了啊，然后现在是4点50分，然后现在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剪头发了，我剪头发，只是剪一点点吧，这边就只是剪给它，就是给它修一修吧，呀，给它修一修这样子。不错哎，这是我的妈妈，她帮我剪的，因为我自己剪我怕会剪到不好，不错哎，很好看一下，哎呀，很好看，yes，然后嘞，就会省了很多的洗发水，对，然后也没有什么东西讲啊，然后就